繼續當來關心，咱國內來看，國民黨呢，佇食安集會了後，即馬是閣招人去到凱道，要來反食毒塞車。有民間團體是質疑，這台北市長蔣萬安呢，伊做市長當中10屆的毒防會議攏無去。因那蔣萬安伊是回應講，這攏毋是事實。另外一邊，即馬這個問題有的議題是繼續咧炭燒，所以傳出這在野呢是想要提案，要來提這食安單位，也閣有食安系統的預算。問題有的代志是繼續炭燒，針對民進黨團幹事長曾瑞雄前幾工仔就質疑講，把725食安遊行當作是2028總統大選的新典台，台北市長蔣萬安就搶倒轉去。20萬人站上凱道，發出不滿和憤怒。我想，沒有人在管選舉，大家都只關心食安，只有民進黨政府在想着選舉。在想着如何鞏固自己的政權。國民黨如果如同他在街頭宣稱的食安是最重要的事情的話，那就一起趕快好好的坐下來修法。食安未放心，嘛影響到今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審查。在野黨就質疑食安5權政策變作是食安5空，那邊就提案要甲食品安全辦公室交食品安全分段資訊系統的預算抬掉。而且國民黨立法院黨團閣宣布，在8月初1要召大家去凱道辦反食毒塞車遊行。不過，台灣青年世代共好協會理事長張玉明就指出，從蔣萬安做市長了後，10擺毒防會議完全攏無去過1擺。這不是事實，每一次親自主持的治安匯報，也都一定會專案針對毒品防治來進行討論，以及深入的研究，以及督導各項的防治作為進度。民進黨立委鍾嘉賓就批評，國民黨閣要召8月初1去凱道反食毒塞車遊行，會當看到食安對國民黨來講是政黨相當的工具，嘛強調食安並不是集會遊行了後就會當平平的，呼籲那邊就要倒轉去預算的審查。記者綜合報道。